韩国人气真亮的团体 BLACKPINK 今年10月要过来高雄的世运主场馆开演唱会。有网友发现，演唱会期间前店有一间5星的饭店，房间一暝竟然超过4万块，实在伤咸咯。业者出面来赔回，讲创了唔对去，甲景观套房写做总统套房的介绍。 韩国人气天团 BLACKPINK 2024年伫咧高雄开唱，人气温啊强强滚。今年10月18到19，小连续2天要伫咧世运主场馆开唱，消息放出来，民众拢真期待。所有网友看到演唱会期间，高雄一间日本式的酒店，一暝房价超过4万，拢感觉真咸。如果是这样的涨幅，您可以接受吗？不行。 为什么？太贵了。如果真的是他们疯狂粉丝，应该还是会来。平常4000，然后变8000，就是顶多涨1倍可以接受。一暝房价超过4万的饭店房型就伫咧遮。 有2顶个人客眠床，空间126平方米的景观套房。演唱会期间爱4万4，业者出面自称是作业所失。这无说理，甲景观套房的介绍，拍作是总统套房的介绍。房友他所查询到的房间呢，是我们全馆的总统套房，是只有1间的房间，也相较于普通房来的大一些，而且它相对来说也比较舒适，不会因为有这样子的活动关系去调整到酒店的售价。演唱会期间，房间介绍超过1万个高山区含前顶区的2间国际连锁品牌酒店，一暝普遍伫咧2万左右。观光局回响，3间酒店并无超出比查房价，若违规会以发展观光条例相关检罚过班。观光局呢会积极稽查，消保管理会会同办理。 消保官嘛提醒，若是旅客对房价有疑问，会当提出申诉，好为消费宽限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